原則堅持就係一定要新鮮，每日新鮮。一個新鮮餃子同埋唔新鮮餃子咧，好易食得出嘅。大家好，我係豐順餃子店創辦人 Danny。做豐順餃子店之前咧，我係做布行嘅，即係俗稱布佬，就叫豐順布行。喺我布行轉做飲食咧，係好困難嘅，因為我由零開始，咁咩都唔識。咁感恩有好多供應商或者朋友去幫我啦、教我啦。咁唔識嘅話就試啦，5隻雞唔夠味嘅，6隻雞都唔夠啊，10隻雞啦，做到夠味為止。喺用料同製作上，原則堅持就係一定要新鮮，每日新鮮。一個新鮮餃子同埋唔新鮮餃子咧，好易食得出嘅。個分別就係菜嘅話爽脆啦，肉鮮味啦，口感啦。香港人好識得食嘅，一食就知道啦已經。食材用料上咧，我會用新鮮係時令先做，好似而家咁時令西洋菜我就會做，同埋我哋會成日創新時令嘅菜啊或者食材啊，我哋就會嘗試，希望令到客戶試到唔同嘅菜式。喺而家飲食業咧咁競爭大啦，我覺得就係除咗嗰個食品之外咧，服務態度都係要去顧及嘅。咁每日我哋都會同啲同事講翻嗰個服務態度嗰邊，要留意客戶嘅反應啊，問下意見啊。好多客戶咧係長期會過嚟食嘅，都問我哋意見啊，之後從而去改善翻嗰個服務或者食品上嘅質素。嚟緊豐順餃子店咧，喺食品上咧，我哋會轉其他新元素，類似就越嚟越健康啦，菜類會多啦，少肉啦。未試過菜式我都會試，主要以健康、抗氧化高嘅菜類嚟做。嚟緊新年我哋會出新菜式嘅，舊年我出過蟲草花、翡翠苗啦，嚟緊段時間我哋都會出啲新嘅，到時大家拭目以待。嚟緊豐順餃子店咧，想俾到客戶嘅感覺，有新派、光猛，另外一款唔係就咁一個中式嘅食餃子嘅形象，打破呢個框框。同埋裝修之後，豐順餃子店想俾人知係一間餃子專門店。當人想食餃子就諗起豐順餃子店，呢個係我嘅希望。